列为阿公阿妈。人讲，伫咧迄个古早含钱食甲饱的迄个年代，无手机啊会当飞，也无电视会当看。迄个时阵，上界轻巧、上界简单的娱乐之一呢，就是来烧酒唱歌。歌的曲调不只简单，好学而且阁好耍。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囡仔，凊彩唱拢会当唱一两句啊。讲不来想啊，啊，惊咱会受流啊。总是对时代在咧发展，在咧改变，资本流行在咧民间的歌，即阵开始加入剧情、动作、服装，豆豆啊，全正做是舞台顶表演，互大家看的歌戏。虽然讲即阵咱已经真罕伫阁听到歌啊，不过这个算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传统，敢真正就安尼消失啦？到底歌是啥物？即阵的少年辈敢拢真正唔知影啥物是歌啊？我心骑白马走三关，改换一个所以啊，会中原，放下一个西凉哦，是无人管，伊心袂只想。王的宝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我头拄只唱这首呢，《身骑白马》是歌戏内面的7二调。这条歌吼，讲到这歌戏，大家一定会晓唱，袂输是歌戏的国歌同款啦。也讲到这几年吼，真侪音乐拢开始找出咱台湾本土的元素来创作。不过，恁敢知影讲，台湾这款歌谣，还佫一个歌呢，是佫较早的哦，流传上100年以上。今日邀请2位音乐界好朋友来到现场，甲咱开讲。头一位要邀请的是伫咧宜兰拍拼开一间咖啡厅，有咖啡香，也有过琴声，传承念歌的传承者吴玉缇老师，欢迎老师。嘉豪你好。另外一位是用咱台湾文化元素伫咧创作台湾流行音乐的音乐创作者林光基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也讲到玉缇啊，歌戏遮尔啊好看这个剧种吼，而且咱人整个足水的，为什么你无要搁做歌戏，要来做一个念歌的工课咧？其实应该讲，我自做进入南洋戏剧团开始，甲即马自啦，甲念歌来讲，拢毋是伫我人生的安排当中有安排的。其实我想要做一个舞蹈家。舞蹈家，我较早是学跳舞的，真的假的？真正的啦。啊，就迄当阵南洋戏剧团咧讲啊，要做一个文化传承，所以成立一个南洋戏剧团。啊，宜兰有一个南洋舞蹈团，啊，我就想讲，可能是有关系，我就去甲考。结果一入去，爱唱身骑白马啊，我想讲唱歌我是真敖啦，我都毋捌唱过歌戏。不过伫咱细汉拢有一个印象讲，拢看咱迄个电视也好，或是野台戏啊，其实我嘛真爱看，啊，拢会家己就会批迄啥囡仔啊、面婆的啊，拢用你兴趣的吼，啊，就安尼就进入吧。一开始我就是慢慢培养家己对歌戏的兴趣，因为伫我的身躯边遮同齐去考的同事吼。尤其是像迄个张梦义老师，咱这个新团的，即马就是张梦义老师，嘛是这个国家咱廖庆基老师的，就是讲艺生。因拢是有兴趣，
啊，我是因为唔知影是安怎，就去甲考啊。嘿，啊，不过日我就开始慢慢培养对传承这件代志一个建立的这个观念。所以，甲2016年开始，我就感觉讲，有接触到一寡这种的，较跨界的艺术的音乐。来配合，啊，就来唱传统的老歌调。其实迄阵啊，我嘛拄啊好做伫做歌戏，然后开始伫做家己转型啦。啊，拢是伫一种的较无安排当中慢慢行。啊，行到2016年来讲，我就感觉讲，老歌啊是咱的歌戏的前身，我拢讲伊是前世今生啦。啊，想讲，咱是毋是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然后来唱，互大家听。啊，其实都略略唱，敢若用较早民间咱迄个大树骹在做传唱的，大家有用着一个安尼对唱的感觉，近距离然后佫较近的这个距离来唱，大家来听啦。要是慢慢安尼转。啊，不过若伫做传唱，其实一个人是有较孤单，啊，不过我会当佫较近的这个距离来唱，互你听。其实我的概念讲，要互毋捌听过的人。无法度、无机会来接触的人，会当用安尼方式，较近的这个距离感，互大家去感受。所以其实你算是一个行唔知路，走去学歌戏，落尾行出家己一条路的。通安尼讲，我当阵真欢喜，你知影？对。我来唱老歌啊！来用咱家己的本身歌戏的这个底，啊，咱行倒转来唱老歌啊。老歌啊，是讲伫宜兰遮开始发展起来，开始在传唱。其实念歌，这念歌啊、唱歌啊，这全台湾早期是四界拢有。只是讲伫宜兰这个所在有保存较传统、较早的这个唱法啦，所以拢讲宜兰老歌啊、老歌本地歌。所以有一天我就真欢喜，我敲电话咱那个林茂贤的民俗专家林茂贤老师，我讲老师，我想吼要来用无共款方式来唱老歌啊，吼，伊讲，我甲你讲，你若是吼兴趣啊罔唱啊有工课工做，哈，安尼会使。啊，你若讲要吼做传承，我是建议啊吼，你把这个念头拍消嘛，卖较好。我讲完了，我规个心拢软去。来请教讲个啊，就是。你是一个少年囡仔，啊，做一个音乐创作者，你为什么想要来了解到这老歌的这技术呢？我有一个小弟伫咧宜兰，所以我若是放假的时阵，我就去宜兰找伊佚佗。嘿，佚佗啊！我就介意去咖啡厅的，啊，我就去咖啡厅坐咧。6日的时阵，啊，就啉咖啡啊，安尼，啊，迄个咖啡厅足水的，伫咧头城的车头，啊，迄是日式的建筑，8年的日式的古迹，啊，就伫遐，啊就，头家娘就会甲我开讲嘛，就咧讲，啊，伊就讲啊，你嘛学迄音乐，你嘛会弦啊，啥物安尼？小等迄头家娘应该毋是伊吧？头家娘就是伊。你看你就是春晚一直共嗨。系啊，我讲迄足烦的，我刚开始拄开始，我想讲，这人真係煩，足烦的，因为我足定去的。啊，我就去啊，每一届伊拢讲，伊就讲啊，无我唱互你听。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说啊，我好像可以做什么，我就想说，就这样安尼，嘞安尼。啊，伊就一直甲我讲，我就想讲。啊，这毋就歌啊嘛！我想讲，你是要创啥？他就说，大概去足烦的，伊就甲我讲啊，要来节目。你来去北京啊，莫去伊京啊。袂使一定要来。为什么慢慢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转变？是当时我在念北艺大的学程的时候，就宋华姐恩师，就是现在也是北艺大的老师，叫做林志英老师。伊当阵伊个手头就做迄专案的咧行。比如讲，伊会带我去台东啊，去屏东啊，去花莲去做足侪专案。迄款专案可能是甲原住民啊、甲客家人有交流，可能是音乐上的，嘛是有可能是去偏乡的所在。伫迄个过程中，我就感觉，或许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技能，好像也可以做一点点什么，而不是可能我们。熟知的就做一些广告的编曲啊等等，所以那时候时间应该有1年多了。然后我每一次去，他就是锲而不舍，你知道吗？就神呢。然后但是最后就是包括我前面黑课程给我的那些想法之后，然后再回过头，有一次我就突然觉得，好像那个时间也成熟了，我有点被
那个精神感动到了。然后我想说，不然我们来这块买后啊，我们也不知道说会不会失败，我们就做看看这样。哦，因为阮学传统的物件，有足侪时阵会拄到讲啊，这较专业的人，啊你若是讲像阮这做流行的，伊就讲啊你学白做啊，乱做，所以讲阮头前嘛就唔知要安怎办呢。但是阮实际去行。走到民间才发现，其实这个是大人，他们都非常愿意跟我们分享。然后甚至我们会觉得说，到底讲我们要做这个老歌，什么物件爱留落来？比如讲是伊的曲调、伊的服装、伊的歌词是啥物爱留，阮嘛唔知。但是讲，阮就是一个人问，就趣味的就是，阮拄到每一个人，阮感觉啥物爱留，啥物无爱留，所以。我们到最后也会反思，就是说，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去抉择吧，在音乐上，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抉择。所以，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从以前静静不敢去真的走到民间，或者是跟这些长辈在一起，到后面我才发现说，其实他们也很希望这样子的文化可以一直被流传下去。所以自你有这个想法了后呢，伊就开始无要讨厌你啊啦，我开始爱上我啦。对啦，其实就是讲，像你之前伫咧歌戏团内面啊，做歌戏、演歌戏，到落尾你来唱念这个歌的这个部分啊，你认为这之间上介大的差别是啥？感受上大的就是因会当感动到，有感动因都会记牢的。若这台顶就是大家拢看你水水，戏看完故事靠的，就可能都袂记啊。而且歌戏来讲有伊就是讲，我拢会形容同温存来讲，有一群人伊就是真爱看，就是有遮的人。不过咱有去思考着讲，无机会接触遮的人咧。像即马真侪少年囡仔。你要叫伊去看歌，伊是无啥可能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我感觉讲会当搁较近的这个距离感拉近，然后互大家会当深入来了解去听，然后来去了解这个文化。老歌其实有伊会当互人爱调伊的所在，对。其实讲到这个老歌，咱该想做伊是古早以前的流行歌，只要学这基本的曲调，咱会当由这曲调来转变随时唱歌。咱小休困一下，继续来听讲这个歌到底有偌简单，偌尔好耍。人客来啊，头家娘，头家娘，你拄只演奏的这段哈，这乐器是咪咱甲咱观众朋友小介绍一下啊？好，伫咱的传统早期，伫这个本地歌戏上早的歌戏啊，内底乐器吼，
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大贡献。吼，咱有分这个文评甲武评。吼，啊，文评就是弦乐啦，吼，弦的部分。啊，弦乐就有大弓弦，搁一个是卡仔弦。较早这卡仔弦是用椰子壳去做的，吼，毋是即马看到迄个什么胡琴、乌琴，毋是。过来就是咱的月琴，啊，搁一个品仔。这是伫文场的部分，啊，那武场就是头前这几啊项，真简单。吼，啊，第一项这就是我拄啊拍，这叫做，阮伫本地歌戏内底讲叫做四底啊。四底啊。啊嘛，咱伫这个车鼓阵就讲是叫桥啊。桥啊，吼，啊，这个是叫五子啊。五子啊。五子啊，因为咱四底啊拄有看我拍嘛，吼，啊，五子啊，伊就真好算，伊是用迄个木材去做的，吼，一两三是五。一字两字的字，五字啊！啊，咱这个南管吼，看到拍这拍片，嘿啊！我伫想吼，迄当阵的生的拢较厉害，吼看到啥就拢就地就取材哦，去看到就甲因学来用啊，所以咱莫甲人拍共款的，咱乱用安尼拍，哈，其实真大声哦。哦。啊，这三个拢是拍节奏用的，拍节奏，拍节奏啊，就真简单，所以。不过这是真重要，讲你啊拍有准，你拍无准，像的人会对恁后边乱扫。吼，啊，这叫做拿带曲啊。拿带曲啊。嘿，听讲较早阮先生伫讲是讲，这粒吼，这是会用迄个，敢若乌龟壳，嘿，去讲。不过伊较弱，惊讲破，啊声嘛较无遐大声，啊这是小路，吼啊，所以伊拍就是拍节奏用的，啊真简单，譬如讲。新骑白马啊，过三关，啊，就安尼讲。所以这三个乐器就是拍节奏，都无像咱即马歌戏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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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无哈尼啊丰富啦，就非常的单纯。那带曲啊吼，以迄个字去找迄个韵，哎呀，就是这三个是真重要。佮即马伫咱的。歌戏内底是看无到这个工具。目前敢若伫宜兰，阁有2团保存着这个传统本地歌戏的演出。本地歌就是咧讲宜兰的本地歌戏，嘿，就是咱这个发源地结头份这个所在，这个结头份歌戏班，拢是社区的人为着要保存这个文化。阁一个是这个。壮山寮，嘿，因是丹龙张老师传落来团，啊，即卖因是这个国家算保存的团体，拢是真重要，所以因拢有用这个原来这种的滋味去做演出，包含这个伴，这个清茶，拢是用较早的方式，唯一会当看到，所以希望大家会当来遐看。那呢，我请教玉题啊，就是讲这个老歌，除了咱拄则所听到这个。老七字、大七字吼，啊，敢有其他的曲调会当来唱嘛？老师较早若定唱就是大调，然后拄啊大七字啊、七字啊调，十连嘛，江湖调颠倒敢若较少，吼，十连嘛，啊，搁即个背书啊，有即几啊个调，嘿，啊，这本册是阮宜兰一个国乐老师，伊去做迄个菜谱。从迄当阵的遮个老艺人哦，咱即个像丹龙张老师，就是咱到尾啊，就是做即个本地歌戏的传承。其实嘛是我的老师，我拄学本地歌戏的事，哈。伊感觉讲应该甲遮个老生的吼老艺人因唱的遮个旋律，因为其实咱拢是口耳相传，拢是老师讲安尼唱，啊，就一直念起，所以无记谱。啊，这个张元娥老师都甲伊记落来，所以产生这本。啊，我会唱开始传唱嘛，是因为这本的关系，有一点仔渊源啦。有一点仔渊源对所以就是讲。大概啊较定唱的，伫阮本地歌戏内底唱即几啊曲调。啊，你拄啊有甲我讲过，讲即个大七字啊，伊其实内面佫有无共款的即个风格，是毋讲佫较新的，甲佫较古早的咧？拄正我唱的迄个迄个工业甲我扭的即个现在的唱法是较属于我家己在唱的一个方式。我有略略啊，家己唱的唱法有小改变。啊，毋过无变化真大，因为要互即卖的少年囡仔当用伫听音乐的方式来去接受，所以即个方式我有小调整。啊，若伫咱即卖的七字啊来讲，加即个大七字啊，大七字啊伊的过腔哦，
过门啊，咱的过坑啊，过灶的时阵，其实拢是共的旋律。嘿，啊，伊的起头嘛是甲七字啊，一般咧七字啊甲大调拢是共款。啊，所以较传统的你两个人唱一个。较传统的好，咱来唱一个。你要拍无？好啊，我试看卖哦。这个也是要迄个。你想我打一个较好？我是较介意人拍这个啦。你较拍一个哦。嘿，啊，我你讲这题安尼真简单。安那摕？安尼。你即马吼，伫这个虎口吼，虎口遮啊，这个轻轻啊，袂当第四伊声袂出来。哦，第四无声。咱就是爱嘿啊，轻轻啊，莫有落去倒啊，这个甲开在遮。哦。拢有一个空间，互伊声是会当发出来。哦。嘿。哦。嘿。啊，就像你唱，嘿，安尼对无？对，嘿。好。我真正足硬的我。袂去放轻松就好啊。地惊死，放惊飞。袂飞。好来啊，你就是。一拍一拍安尼。我换手，因为我倒手乖啊。倒手乖的人拢较巧。无，你若咪就知影讲倒手乖有巧无巧。啊，不过你会真大声。啊，你会当以家己的情绪来去拍这个伊的力，看要偌大。所以拍唔对无抓包就对啊。无。哦，你讲无了。啊，那阵我就对你乌白乱走啦。好啦，来。我即马唱的较传统的这种的唱法，足惊的，好来。你惊我嘛足惊。我嘛足惊。啊，你嘛足惊。歹势，我小姐问者，我当时开始拍，你只要对半起来就好啊。嘿，先走就会使啦，我甲你使引的。哦。来，你较重要。来。情啊，早起来呀。我想讲，我安尼讲完这王婆应该是无人要来买物件。你咱他组一团啊。你迄团有欠人才叫我啦。有足欠的，我今嘛足欠的。我惊甲恁排斥，真正的。惊甲恁排斥。这只要有人要来，绝对袂排掉。今嘛是惊无人要来才会排掉。对啊。哦，真正这真正趣味啦。真正是现场考考呢。对伊来讲吼，会较困难，因为伊毋是学传统起来，伊是算讲是学较现代音乐，所以无接触过这个传统来讲啊，你要临时叫伊安尼，有真困难。哦，无要紧啦，这有这个头家娘，即马是老师，即马算是前辈，甲你斗我是咖啡小妹尔啦，咖啡的小妹。我就是甲你斗引出，我相信啦，这条路。特别啦，别人拢在行时阵就无稀罕啦吼。搁再甲你请教啊，就是讲个咱即马歌仔做文这是美感。你当初时你听到这个歌仔这变化万千，你有啥物款的想法？我本来是感觉，啥物歌仔老歌，讲真正的，我拢感觉足爽的。爽？嘿，啊，你拄则讲迄变化嘛，其实对阮来讲啊。差不多嘛，就是这个什么新徛白马，迄当阵我是安尼的想法。听起来拢共。嘿，听起来拢共款，就新徛白马啊，这曲调就是这，对阮来讲拢无差。但是就是讲去了解、去学习了后，知影讲这老歌的精髓。所以讲内面阮的主唱、阮的创作者啊，伊咧写伊的歌的时阵啊，伊就有用这精神，我们算是。精神啦，亲像伊有甲迄曲调有写入去歌内面，我就甲伊讲，你会使写家己的想法入去，对，所以讲这真正足趣味的，亲像讲新徛白马，你唱的主持人唱的，甲老师唱的拢无共款，我要做的，阮的团队要做的，就是阮嘛要做出阮家己的
迄味道，气口，气口啊，唱歌的。对，就是平平一只马骑起来无共嘿啦款嘿啦嘿啦，哦有人骑98的话，有人骑迄个。比如高速公路。其实就是讲，我分享一件代志，讲其实歌戏啊，伊这七字啊运用哦，虽然迄旋律是太开，重要是咱唱的唱词听入去了，因为咱唱词讲的台语，伊本身伊就一个音调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当然就是讲，你要挖迄个调，你唱袂当倒字嘛，对吧？单山压山跟压线就差足多嘛。阮唱这拢去用咩？对啊，所以其实迄就是一个歌戏的演变。浸久了，你就会晓啊。咱拄则已经唱过一个咱七字啊类的吼，会当经一个曲调较轻松的，佮继续来唱一个好无？要搁考就对啊。对啊，当然爱考啊。爱考你。你讲要传承老歌，毋是你凊彩这招牌挂起来，当你传承呢？因为像这对因这个书来讲，真正是这，你要讲无？我要讲啥物？无你啊，讲一个较简单的。哦，讲别项，讲别项，这个字啊，安尼就好。嘿，你轻轻啊。对，轻轻啊，好，10年嘛，10年嘛，10年嘛是伫较伫咱伫要讲一件代志，还是讲一个小小一个心情，嘛是一个段落的时阵吼，较长篇的时阵会较会用到一个曲调，啊，伊就进行咱即马讲的迄什么嘻哈 rap 了。其实300年前，咱就已经有念歌，就是注意当阵就有啊啦。就是过了8年前的 rap 就是10年嘛。有啊啦，即马已经无算啥，所以即马少年囡仔真正在做旅行的吼，啊，转来听看咱台湾的念歌啊。伊咧讲你啦。有人已经开始啊，嘿，咱即马要唱的这段是伫我当初进入南洋戏剧团的时阵，阮的第一出的这个经典的吼，较经典的一个大戏，叫做迄当叫。臭皮音言，臭皮音嘿，啊伊内底有在讲一个食水的，嘿，食水的，你有去演过吼？我看过，看100遍啦。食水的是一个盐商啦吼，啊伊就要看到一个水查某，就是水查某囡仔吼，啊其实这个水查某囡仔叫苗辉，啊因为就是因翁去考试，啊无说伊去学这个查啦吼，算讲去拄到一寡困难吼，啊就掠准伊死去啊，啊其实是无。啊，结果就一个媒人就要来甲伊做这个讲啊，去甲伊的大歌啊，讲啊，无你互恁这个新妇搁嫁，啊有偌济钱安尼，大概是安尼在形容。好 ，OK， 好，准备甲念来。啊，无茶无米是咱生活，一个媳妇独苦是强强拖，这款日子讲过唔煞，啊又调又真是火野花。啊，不如互媳妇去捧人的饭碗，啊，唔免受苦，搁摇汗。老人聘金讲收一挂，通好茶米要茶讲免摇汗。新妇对你在受拖累，少年就看实在太受亏，予伊家人讲起富贵，啊你收老本伊嘛有所归。啊，聘金偌济是代你讲，这个1000、2000也无妨。只要你的头壳啊轻动，你的银两一方又搁过一方啊厉害，真厉害。我唱甲真紧张，我嘛拍甲足紧张的啊！也讲到这历史吼，伊虽然已经过去啊，不过未来这部分伊会一直来。也讲到文化这个物件呢，要用什么款的方式，会当互这传统的老歌，互更较侪人来知影呢？咱小休困一下，啉一嘴仔茶，继续听因来甲咱讲故事。你上思念的人，声声唱你爱的歌，将你的手交予我。
一个家，看好着莫放下。老歌仔内面有足侪曲调，曲调拢共款，安尼大家唱出来拢共款嘛，安尼无共的所在是一个倒位。比如讲有一寡人会伫歌曲的中央多牵几个音，就是阮定咧讲用牵的，一直牵，一直牵，一直牵。所以讲，伫咧创作的前期，阮就是写一个大概，然后进录音室之后呢，我们就互相来尝试。咱的声，咱的故事，看你安怎看，安怎看是你适合你自己的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这样子来跟老歌仔做结合。故乡的车站，大老虎是你伫这等。这首歌其实是希望讲，咱这寡时大人会当将因的文化交予咱，咱阁用咱的音乐，将这寡文化传承予搁较侪人知影，安尼。用我的声唱你的歌，故事就继续写，人物来作伴。讲到咱台湾的传统音乐，啊，搁这老歌的世界，会当讲是万地深坑。了解到这老歌，才会当运用这老歌的元素。也既然要讲到这运用啊，就要来请教咱阿家啊。你伫学习到这个台湾的传统这歌啊，你甲这个元素扣入来你的流行音乐创作，你认为你在咩当中，你有学到什么，看到什么，甚至有遇到什么款的困难？拄开始上困难的所在就是找团员。上困难，你爱有法度讲，带大家拢去填掉，这嘛是迄当阵我嘛唔知，就是我很努力去说服他们，然后去甲因讲，这足趣味的，无阮看卖，阮来做看卖，所以讲，阮同齐去就编曲嘛有同齐去，写歌词写歌嘛同齐去，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认知，家己合适的所在，所以讲亲像编曲，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伊就看到这乐器嘛，这劈落，真正足大声的，所以讲，这款的乐器要用到迄流行内面，其实足困难的，因为伊伤大声。阮迄编曲伊就想讲，这要安怎做？伊就用足侪方式方法，嘛爱把这留落来。亲像阮的专辑内面有一条过山车，就是讲火车，讲阮伫咧宜兰啊、台北安尼走的时阵，阮定定拢坐火车嘛。伊就想讲，安尼这四地啊，想要安怎用？想不了，伊就想讲，无阮来用四地啊，做迄火车的声音，就是然后有迄速度的感觉安尼，所以伊就用四地啊来做迄速度的感觉。嘛有第一条歌。引路人的时阵，因为引路人这条歌，阮想要做较神秘，就是讲有一个引路的人甲你讲，阮即马有这老歌哦，还有这个传统的伫咧内面，伊就想讲是要安怎用，伊就想讲无阮就用内带裤啊，所以内带裤啊，伊落入去了后，伊就甲迄空间感变大。对无安尼敲木伊亲像咧念经有无？但是迄空间若是又大，伊就感觉有一个神秘感，有一个氛围。所以讲这就是团队，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讲，伊嘛有家己的想法，前提就是讲他一定要自己去认识老歌啊。阮2年的时间哦，阮拢咧走这填调，就是阮的团队安尼。所以讲我感觉这是我感觉足感动的，就是我有一个很棒的团队，然后也有这些人，然后包括当地的迄时大人真正是对阮足好诶。我讲正经的，若是阮拄到迄新的时大人，伊无想要甲你教的时阵，阮就会惊，阮就袂做这啊。
啊，像恁安尼做出来了后，这个音乐的风格，你对这个作品你家己本身有满意无？亲像足侪团嘛，伊就会主打讲，比如说我是 rock 的团，对，其实讲阮是啥物jazz 的团，但是为虾米阮叫做迄实验室，就是讲阮这个团做出来的物件，不会想要让大家去定义说，哦，你这就是做虾米风格的，阮就是爱依照，比如讲即马是老歌，啊可能下一张我们可能再加一点点两瓜，然后可能再加一点什么，然后每一张专辑里面，它可能要用到的元素就拢无共啊。所以讲，阮爱看这故事是咧讲啥物，啊，阮会使做出啥物款的风，亲像阮内面有民谣的啊，嘛有史诗一点点的，嘛有啥物有电子的物件拢有。这就是阮叫做实验室的所在，就是安尼。安尼听你的作品听煞了后，因甲你回馈的这个意见啊，有啥物款的内容较特殊？你感觉讲印象就深的？哦，若是讲倒音倒字，嘿对，迄是大人听无，所以讲阮咧做这专辑的时阵，我就甲大家讲，阮想要做一张是阮爸爸妈妈嘛听有的。就是讲，伊莫看歌词，伊就听有，所以讲，袂使导音，袂使倒字，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个我感觉印象就深的，就是迄当阵我有载一个是大人，伊迄当阵要去中研院，啊，有一个228的采访安尼，我就开车，我就载因，伊即马应该70、80岁有啊，我就开，我就。放阮的专辑安尼，啊，我就开，他说哦，你即马的少年人嘛有咧听迄台语歌哦，就是讲伊真正是听有，迄是台语歌，嘿，因为伊嘛唔知讲这是阮做的，我感觉迄时阵就感觉讲哦，前面的努力都值得这样。当场甲推销叫伊要现买100袋啊，对无？在车顶听了40时叫伊现买，无唔放你落车，对无？系啊，对，所以其实伊互你真大的感受，就讲，其实你行这条路，其实是有人听有人捌字，有人伫咧甲你支持。是，对。来问咱的乐题，就是讲，你为虾米要选择用迄款上界元素、上界接近，甚至讲唔免经一个表演场地，就当念歌互人听的一款情形，就是讲，登到上界传统的本地歌的现场来做一个歌的传唱的。我甲讲，老歌仔即嘛开始渐渐听的人愈来愈少，唱的嘛少。虽然拢已经融合去歌戏啊，已经拢融入伫即个歌戏内底啊，吼。不过咱要来互互搁较侪人来了解，讲歌戏之前是安那伊的迄个系统是安那落来，其实咱嘛是爱互人去了解，所以我就开始透过即个传唱。就想讲，咱若是会当搁较近的这个方式来唱互大家听，吼，互伊直接会当当场来接受到，互伊感动，吼，安尼，我感觉安尼的方式，伊应该真亲自去感受着讲，会想要来了解这个咱家己搁较原始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曲调，系啊，所以像拄仔在讲因在讲台语。尤其是这台语这件代志，我迄当阵就甲因讲，恁一定要去做电影的这个调查，然后台语一定要重新咯。其实对因来讲有淡薄仔，对即马少年囡仔来讲真困难，因为连讲可能听都拢有问题。所以因这个部分有下工夫落，啊，这嘛是我感觉真感动的所在。所以讲，到尾啊开始慢慢，我拢讲，其实我拢行倒转来较早愈行愈后，愈行转搁较原始啦。吼，这对我来讲，其实真正是一个真辛苦一个过程。不过头啊，真正真孤单。大概就是一个人嘛，啊，若要演出，就是甲输出来。啊，其实到尾因愿意去做一件代志的时阵，我就开始感觉，敢若袂咧。其实有人开始在甲你做啊。对我来讲，伫做传承哦，传承这件代志，并唔是讲一定去教学生啊。其实。甲因安尼会接受，有做一个安尼专辑也好，因会当去了解，其实这就是传承啊。所以我定定讲，我若伫表演的时候，我拢会甲观众讲，传承。因为讲吴老师你好棒哦，我讲唔是我棒，
恁也有恁家己一个掌声，因为恁今仔日遮1点钟、2点钟，因为我是甲我的先的因传下我唱互恁听是传递，吼，互恁来听。不过传承这件代志是每一个人的心上，恁听的人有这个责任，爱继续将遮恁听到的歌调继续甲传开，这个是传承。对我来讲是安尼。我有甲我的团员讲哦，我讲这个团叫做玉提玉提念歌传唱艺术团。我要讲的是讲，恁才是重要的人，大家是因为恁看到这个念歌，唔是看到我有玉提，嘛唔是看到这个团，是因为恁互人去看到这个念歌，甲咱的歌是啥物，恁即马所唱的是啥物，这是我的概念。这件代志吼，会当成功，有人讲吼，嘛爱神嘛爱人呐。这款传统的老歌表演，除了有这个传承者、表演者以外，也个上个重要，就是爱有观众来甲因支持。即马这传统的老歌有加入现代音乐元素，互佫较侪少年人记住的，甚至真侪老辈会当因为安尼来听这个台语歌，熟悉到老歌，也互这传唱的方式甲民众上界接近。除了这款方式，敢有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撇步来做咧，较停啊，小休困的，转来继续讲。我即摆甲你请教阿爷啊，就是吼，你将这老歌、这传统的音乐的元素，放入去你的专辑内面做这流行歌。也听讲你伫做这音乐时阵哦，入去录音室开始要录这张专辑了后啊，你有碰到真侪趣味的代志是嘛？有，就是讲，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阮有足侪人互阮帮助的。我有一个老师，伊就是伫这个过程，我是请因来做我的配唱制作人。配唱就是歌手伫内面唱歌的时阵，伊爱伫外口甲伊讲，你要安怎唱，你要安怎唱，你要安怎唱。啊，迄是非常资深的2位老师，一位是李复兴老师，一位是黄介文老师。啊，伊当阵迄个录迄夹，爱念无清楚。夹这条歌的时阵，伊就录音，伊就咧听，伊就看谱伫咧听，伊讲啊，这足歹听的，台语毋是安尼啦。啊，我就想讲。我伫咧内面，迄钱一直咧开，你敢知？我这无法度，无法度录音，我是要安怎？我钱嘛开落，就头就洗落安尼。伊就讲，伊就通看看。啊，我知啊，10分钟吧，10分钟。因为阮的写歌的迄主唱，我们都不是很清楚讲迄台语的语法要安怎用，包括。重音，伊甚至伊无啥要讲台语。你就是伤慢熟悉我，这我来甲伊斗3工啊啦。对，我嘛是迄当阵才知影讲啊，台语这重音爱写一个第几拍，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迄当阵复兴老师一直安尼看，啊，我甲伊讲，这个往前挪1拍就好了。啊，迄当阵主唱崇明，伊嘛是就有点爱叫的，因为有一寡音，伊就写导音，伊就甲阮讲。你这导音的时阵，你要安怎去修饰？嘿，所以讲，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制作人嘛，对我来讲，我迄当阵其实就紧张的。但是好在说有复兴老师跟介文老师，他们非常有经验，然后那过程我是学到非常多。你伫咧这过程当中吼，你安怎甲伊捏？吼，到最后就是这个成果出来，你才发现讲其实内面有真侪妹妹角角需要去注意。啊，过来请教咱的乐题，就是你有一个乐题传唱的团队嘛。我有看到你拢有带一群少年人伫咧唱歌，甚至我有去看到你吼伫咧网络顶头，你拢有 po 一寡，你去到一寡宜兰在地款大饭店去遐做表演。啊，而且看讲其实现场遐游客，互你的 feedback 拢真好哦，分享一下好无？其实阮这种的表演来讲，伫观光所在是讲饭店。无啥人会邀请，因为因需要是较娱乐的感觉。阮咱是咧讲文化，所以有时啊，伊要找我，是讲老师，你会当用这乐器吗？弹迄个流行歌啊？我讲迄种困难的，而且若唱着拄着安尼，我就袂接，因为你找我，就是爱照我的方式就对啊。所以我目前有伫一寡咱宜兰的饭店来演唱吼，袂歹，因就是到尾啊，拢是照我的方式。我去甲观众来做互动，互甲因来接受安尼。真奇怪哦！我有法度伫这个表演哦，过程当中3岁囡仔
伊有法度坐伫遐点点听甲煞。啊，当然，即个过程咱就爱想讲，要安怎互囡仔会当来去进入即个氛围内底，所以我就会甲遮个运用。上主要是讲透过咱安尼传唱，互因当接受，会当来摸。嘿，这就是即个囡仔的即个心目中种下即个文化的种子。所以你未来即马对即个歌的传唱，也是甚至讲是台湾念歌这个传唱，你有啥物款的想法甲未来看法？这个空间其实到尾啊，我感觉就是一个文化基地。咱只要来的人，我就会甲因来做分享。只要你问着讲，这是啥物乐器，我就甲你做分享。嘿，若讲。乐琴其实我伫这2、3年才开始甲杨秀卿老师学，甚至甲伊皇帝拜师，嘛是即马可能较少会去行到这个方式，因为我家己传创出来，我真清楚知影讲，我今仔日要行这条路真辛苦，不过我的本质要安怎行，所以当初要甲老师拜师的时阵，伊无随答应。第一，伊知影讲这条路真歹行，虽然伊嘛知影有人爱来传承，伊唔甘将这个遮尔重的责任放下来。伊讲你也想清楚，我讲老师，我拢想过啊，这就是后摆我的志业。我相信甲你共款天公仔囝，因为我行到呾来讲，其实拢是一种的，有一种的使命感啦。会感觉讲咱人有时也是一种的，敢若讲天你大啦爱去做的代志，只是即马伫发生，所以我希望讲。就是用咱上大的力量，甲咱拍拼去做，将这个念歌馆，慢慢嘛甲这个念歌，因为我即马慢慢就是嘛以这个念歌为主，然后会当伫宜兰来甲将这个所在摊开。是安那伫宜兰才成立，就是因为老师，杨秀卿老师甲我讲，宜兰是伊念歌的第3个故乡。第3个故乡。嘿，所以当初我伫甲伊学是讲，其实可能嘛是我上尾一个学生啊。伊讲，你哪会甲呾再来学？这2年前，伊讲因为我即马年纪较大，嘛无发啥物声，通甲你教，我就感觉迄个使命感较重。对杨秀卿老师这学习，毋是学伊的艺尔，伊的智慧甲安怎做人。伊就讲过一句话，讲让路互人行，就是让路互家己行。所以当我拄着任何困难的时阵，我就会用一句话甲家己讲，咱就是要勇敢行落去。其实。天公也是做事啊，伊会互咱继续行。其实我无去想到讲要做到什么程度，规日就是做得到啊。对啊，就是做得到啊。你认为讲，你有带这个文化传承这念歌的使命感，那阿基你咧？我一定要继续行呀，因为已经去用骗落来。嘿，头洗去一半，系啊，未冲了的。我是感觉讲，阮进前咧做的。流行音乐可能就是外来的元素较侪，但是啥物是特色，啥物是阮这个乐团的特色。我是感觉你要有家己的文化伫内边，就是讲一点点也好，你要有这个歌曲，它这样子才会有特色啊。为什么阮叫做实验室？我是想要可以感染到我更多的人，比如讲我第2场的时阵，我就有找我。以前的同学，我就甲伊讲，我即马我想要做这。你是换去骗人来？嘿，我就一直去骗，我就亲像迄老鼠会有无？就是讲他要来，那我就要甲伊讲，你若是要来，我啥物资料我就拢结互伊。我就讲，我要互伊知影讲，你要家己从内心做出这样子的音乐啊。即马讲嘛2、3年尔，我是想，可能时间拉长，这些东西它就会变得像我们第1张的专辑，想买了几首歌，基因，它可能就像基因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古早时代这歌啊，通好念歌忘佚佗。不过，咱目前的社会啊，逐工就是咧千变万化，就亲像这千军万马共款，一直咧影响着咱的文化军底。加在有一位愿意继续传唱、拍拼做，继续来唱；另外一位咧是愿意用这传统的元素来创新做菜底，贴出流行音乐内面的歌味。今日非常感谢2位内行人来到咱的节目现场，感谢玉溪，也感谢公家，非常多谢。多谢。也望请咱观众朋友咧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再会。